主后2024年12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基督赦罪的恩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5章12节到21节。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死嘛地入来，结果所有的人拢会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犯罪。还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；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做罪。毋过对亚当到摩西迄段期间，死伫支配全人类，连无犯着亚当所犯的过失的人嘛着死。亚当是伫要来迄位的有表。不过亚当的过失甲上帝白白的恩赐未必得。因为若对一个人的罪过，众人拢着死，上帝恩典就是以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白白赐予众人的恩赐，一定搁较丰富。一个人所犯的罪，甲上帝白白的恩赐未必得，照审判，连一遍的过失嘛宣判有罪；毋过照白白的恩赐，做遍的过失嘛宣判无罪。若因为一个人的过失，死通过一个人支配人类，安尼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一定搁较大。所有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就是白白互上帝宣判无罪的人，会当通过基督来支配家己的性命。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众人拢受定罪，同款，因为一个人义的行为，众人拢受判无罪来得到活。因为一个人悖逆，众人拢成做罪人，同款，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成做义人。律法会制定互罪过加天，毋过罪加天，上帝的恩典搁较加天。安尼罪通过死来支配，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义来支配，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基督赦罪的恩典，时间过了诚紧，就来到大降节第3主日，离耶稣降生的日子也哪近，节庆的气氛也哪明显。圣诞节的来到，也提醒基督徒搁再思考福音的核心，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。总是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？迄是因为人有罪，亏欠上帝荣耀，甲伊断绝关系。耶稣来世间的目的，拄好是要互人得到新的生命，搁得到愈丰富。伫罗马书第5章12节到21节，保罗继续论述亚当的过犯甲基督的恩典赏赐。保罗指出，因着一个人亚当罪进入世界，搁因为一个人耶稣，互人得到赦罪恩典，通受称作义人。上帝甲人立约所要处理的问题根源，是罪进入世界。这罪是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影响众人，因为安尼，上帝也照着耶稣一个人的顺从，互赦罪的恩典临到所有人。当亚当犯罪时，死亡就进入世界。亚当的犯罪是伫摩西颁布律法以前，伫有律法了后，罪才受定义做罪。但是死亡已经存在，这也显示罪的可怕，因为罪甲人影响死亡。既然人会死，罪就伫这中间发酵哪济。律法条文哪来哪增加，犯罪却也哪来哪济。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法律条文的规范，罪却无减反增，互人惊慌灭亡。
死亡借着罪进入世界，人无法度靠家己脱离死亡的威胁，也无能力制止家己无犯罪。只有上帝会当除去人的罪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，互死亡归互伊，互生命归互人，互人脱离死亡的威胁。这毋是讲基督徒伫世上就袂死亡，反倒是讲，当咱面对末日审判，原本要受判做永死的，却得到无罪开赦，通进入永生。这拄好是耶稣降世做人的目的，拯救人类免受罪的辖制。咱通讲，耶稣的生是为着死，伫上帝的主权中间，搁互耶稣的死转为生。这拄好是基督信仰的重要核心。因为安尼，当咱欢喜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来临的时，搁较需要甲伊赦罪的恩典记牢伫心里。阿当甲基督甲世间人的性命带往无同的方向，一个带往死亡，一个带向永生。因着阿当犯罪，死亡进入世界，死亡互人对罪无抵抗力，致使人伫咧面对死亡的时，反倒放纵自我，就犯罪搁较济。人受罪辖制，落尾也要受上帝审判。总是主爱的上帝毋愿人沉沦，借着耶稣基督将赦罪恩典白白赐予人。人原本是不配得到这恩典的，但是因着咱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将伊的主爱之义赏赐予咱，互咱因信通得受称作义人，搁承接这丰富的恩典。默想，我安怎看待罪对自身的影响？我是毋是伫有意无意之间顺从罪的引诱，就袂记得追找永恒的性命？我安怎看待罪对自身的影响？我是毋是伫有意无意中顺从罪的引诱，就袂记得追找永恒的性命？咱来祈祷，拯救人性命的主宰，当我无力对抗罪的诱惑的时，求你差遣圣神进入我的心，互我因着信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罪的辖制，得到美好的永恒性命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